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各位弟兄姐妹早。中暑節快樂！今天是中暑節快樂。亦都好開心見到阿蔡傳道同阿 Paddy 咧翻到同我哋一齊敬拜。我們很高興看到蔡傳道回來。同阿 Paddy， 仲有還有 Paddy 佢太太。哦 Paddy。 Harry。 Paddy。哦 Paddy。Yeah 好，我哋現在安靜，請電腦播主在聖殿中，我哋預備我哋敬拜上帝。我現在請電腦幫我播出那個主在聖殿中，我們也預備我們的心，今天的崇拜。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中暑節崇拜，請大家起立。歡迎今天來參加那個中暑節崇拜，請大家起立。我哋做個祈禱。我們做個祈禱。親愛嘅天父，感謝你。親愛的天父，感謝你。我多謝你嘅兒子係願意喺人生裏邊最後係進入耶路撒冷呢個嘅路程。多謝你將你的兒子帶到來在中暑節的時候進入那個耶路撒冷。係佢耶穌我哋嘅救主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這一次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係為咗你同我，為咗我哋能負上我哋嘅罪而走上呢個十架嘅道路。因為他為了我們的罪走上那個十字架的路上。多謝救主呢個嘅為我所做嘅呢一切嘅事情。多謝救主為我們做這些一切的事情。喺我今日嘅禱告裏邊，在我今天的禱告裡面，我哋先知道我自己有機會可以係敬拜呢位嘅神。我們才知道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敬拜我們的神。我罪得赦免。我們的罪得赦免。係一個新造嘅人。我是一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就是一個都變成新的了。都變成新的了。就因為我嘅主耶穌願意係進入耶路撒冷為我釘十字架呢個嘅歷史。就是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可以進入這個耶路撒冷有這個日子。為我釘十字架。為我釘十字架。讓我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讓我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用我個口去讚美你。我們要好好的讚美你。用我個心嚟感謝你。用我的心來感謝你。同我身邊我所認識嘅教友。和我身邊的教友一起來崇拜你。心被恩感去歌頌你。心被恩感來歌頌你。多謝你俾我呢個機會。多謝你給我們這個機會。我求你憐憫醫治傷心軟弱患病嘅教友。我求你憐憫醫治那個身體軟弱傷心的教友。我哋繼續為趙先生去禱告。我們繼續為趙先生禱告。求主耶穌紀念你嘅兒子嘅軟弱。求主耶穌紀念你你兒子的軟弱。我求我嘅救主大醫生醫治佢。我求那個救主的大醫生來醫治他。亦都求你扶持你嘅女兒阿 Judy。也求你扶持他的女兒Judy。我哋英文堂呢個嘅好嘅弟兄阿 Artie 現在已經喺你嘅身邊。因為他的Artie 已經在你身邊。佢喺地上
所走嘅路已經完成啦。他在地上面走的路已經完成了。所持守嘅道，佢亦都守住啦。他要持守的道，他已經守住了。佢有美好嘅見證，他有美好的見證，我哋會永遠去紀念佢，我們永遠會紀念他。亦都知道佢嘅盼望係喺耶穌基督裏邊。我們也知道他的盼望是在主耶穌基督裡面。求你安慰 Judy，求你安慰Judy，因為明天佢再會去飛落去佛羅里達州安排佢姐姐嘅安息禮拜。因為他明天還要飛過去佛羅里達州去安排他姐姐的安息禮拜。然後翻到嚟，佢亦要為佢先生嘅安息禮拜去預備。然後又要再回來為他的丈夫的安息禮拜預備。我神啊，我求你俾佢力量，俾佢恩典。神啊，我求你給他力量，給他恩典。今日我哋好開心見到你嘅僕人蔡傳道同埋Patty 太太，亦都見到Pastor Andy 係從加州從蔡傳道嚟再次同我哋一齊去敬拜你。我哋多謝呢啲喺主裏邊呢種嘅愛。我們很高興，今天我又再看到那個蔡傳道跟那個他的太太 Patty， 還有那個加州的牧師Pastor Andy 一起回來。我們很高興神給我們這種主裡面的愛。主啊，呢一切都係因為你嘅愛呼召我哋。主啊，這些都是因為你的愛來扶持我們。我哋為呢個國家仍然嘅係喺呢幾個月一個新嘅一個嘅總統，所有嘅事情我哋繼續嘅仰望祈求，求主嚟掌管一切。在這個國家裡面，我們有個新的總統，也是求神扶持這個國家。我們要在主裡面求神的幫助，帶領佢每一個決策，帶領他那個總統每一個決策。願上帝你係掌管一切。願上帝掌管一切。垂聽我哋嘅祈禱，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奉主耶穌得勝之名。阿門。阿門。若果可以嘅，我哋仍然一齊嘅站立去唱詩去讚美神，求主充滿我同埋十字架。如果你可以的，請大家一起站立，我們一起唱歌來歌頌神。主，我來尋求你的面，求你充滿我，來充滿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來充滿我。主，我來尋求你的面，求你充滿我，來充滿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來充滿我。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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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寶血洗淨我。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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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為我冠冕。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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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寶血洗淨我。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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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為我冠冕。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
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中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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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为我完美。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中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中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中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請坐，各位，請坐。请坐，各位。詩篇29篇29章，詩篇29章，請你聽我讀。请大家听我念。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嘅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嘅榮耀歸給他，以聖潔嘅裝飾敬拜耶和華。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上，榮耀嘅神打雷，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華嘅聲音大有能力，耶和華嘅聲音滿有威嚴。耶和華的聲音震破香柏樹，耶和華震碎黎巴嫩嘅香柏樹，他也使之跳躍如牛犢，使黎巴嫩和西連跳躍如野牛犢。耶和華嘅聲音使火焰分叉，耶和華嘅聲音震動曠野，耶和華震動加底斯嘅曠野。耶和華嘅聲音震動母鹿落胎，樹木也脫落增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稱說他的榮耀。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係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能力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嘅福給他嘅百姓。
請大家再次嘅一齊嘅起身，我哋再唱兩首詩歌。請大家一起起立，我們再唱2首詩歌。歌詞咧喺你呢度你會睇得清楚歌啲。詞會在你的那個節目表裡面，你可以看得清楚一點。大聲一點。你可以大聲一點。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你的要何等的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麼的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為受屈的人伸冤。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麼的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天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麼的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
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他也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啊！我们唱这首歌，抬起頭嘅神。我们继续唱一首歌，大聲一點。叫我们。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的神。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睡也有呼吸，早晨我们别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的神。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睡也有呼吸，早晨我们别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睡也有呼吸，早晨我们别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睡也有呼吸，早晨我们别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神。請坐，各位弟兄姊妹，請坐。現在我邀請林錦秋弟兄同我讀出今日嘅經文宣讀，讀完之後請大家係互相嘅同前後左右嘅教友問安。請林錦秋弟兄。請那個林錦秋弟兄跟我們念今天的經文。我們念經以後呢，請大家互相問安。各位教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读的是马太福音21章的第6到第13节。第13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散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
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了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了。”这是谢谢神的话语。早晨啊，各位，再同大家講聲早晨。再一次跟大家講早晨。如果你問安，請你可以翻埋座位嚇。如果你問安完了，你可以回座位。馬太福音係今日牧師要宣講嘅一個嘅信息。今天要宣講嘅信息係喺中雪。今日喺講，我再邀請劉太弟兄上嚟同我哋點晒所有嘅蠟燭。在我開始以前，我要請劉太弟兄將所有的蠟燭全都點起來。
可能點透用嗰啲火或者得唔得？好，唔該晒阿蔡。唔該晒。棕樹節係主耶穌喺人生裏邊最後一次嘅要去耶路撒冷。棕樹節是主耶穌人生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每一年大家去都係聽呢個嘅故事。每一年大家都聽這個故事。我哋今年再去聽呢個故事。今年我們要再聽這個故事。佢嘅真實嘅意義係喺邊一度呢？它的真實的意義是在哪裡呢？馬太福音21章第6到第13節。馬太福音26章第21章第6到第13。21章第6到第13節。耶穌先吩咐佢嘅門徒去到城裏邊，預備咗一隻嘅母嘅驢同埋驢駒子。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在那個進入耶路撒冷以前，預備有一隻母的小驢子。然後去到門徒攞翻嚟，然後將佢嘅衣服、將一啲嘅嘢喺嗰個驢駒子，然後佢自己騎上進入耶路撒冷。然後他的門徒將他們的衣服鋪上去那個小驢駒身上。然後讓那個主耶穌坐着那個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第八節。然後喺嗰個城裏邊有好多嘅人將佢嘅衣服鋪喺路上，亦都有啲人咧冚下嗰啲樹，原來嗰啲樹枝就係棕樹枝。在那個路上面呢，有很多人將他的衣服鋪在路上，也有很多人將那個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原來呢些樹枝就是棕樹。棕樹枝係當時或者現在嘅中東裏邊嘅地方係一個好茂盛嘅樹葉，然後佢哋就將棕樹枝擺喺個地，歡迎耶穌基督。當時候那個棕樹在那個中東地方都是很茂盛的，所以那些人都將那個棕樹的樹枝鋪在地上來歡迎耶穌。第9節。第9節。聖經要講，佢話前行後隨嘅人喺度喊着咁樣，和散那歸於大衛嘅子孫，奉主名來嘅係應當稱頌嘅。高高在上嘅和散那，呢一節嘅聖經裏邊係一班群眾喺度大聲咁樣去講出呢一個入緊嚟嘅耶穌。呢個第9節就是在講那些群眾呢就很大聲的叫出主耶穌的名字。佢哋呢班嘅群眾，這一些嘅群眾，好興高采烈嘅。很興高采烈的歡迎耶穌入到耶路撒冷。歡迎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每一個人佢哋都有一個嘅動機。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動機。佢哋好期望呢個嘅偉人嚟到幫佢哋做一啲嘅嘢。他們很期望這個偉人和來到這裡可以為他們做一些事情。我哋知道其實當時所有嘅猶太人都係被羅馬欺壓嘅。因為我們知道當時候所有的猶太人都是給那個羅馬人欺壓的。所以住喺耶路撒冷嘅一班嘅猶太人，佢哋唯一嘅希望就係佢哋能夠釋放，唔再被羅馬嘅統治。所以這班人呢，住在那個耶路撒冷這班猶太人呢，都是受羅馬的欺壓，所以他們也希望可以這個人可以進來幫助他們。不要再受羅馬的欺壓。其實群眾裏邊仲有一啲另外啲目的。其實這些群眾裡面呢，還有其他的目的。有啲係盲嘅。有一些是傻子。有啲係跛嘅。有些是跛子。有啲係聾嘅。有些是聾的。都喺個聚集喺個群眾裏邊歡迎呢個耶穌再次入嚟呢個耶路撒冷，係慶祝呢個嘅逾節。他們就是為了那個就是迎接這個耶穌基督也進來慶祝這個節日。你知唔知呢啲嘅群眾佢哋都係希望耶穌幫佢哋喺身體上、喺心靈上或者喺肉體上，
希望耶穌係醫好佢哋，幫助佢哋，所以佢好歡迎耶穌基督嚟啊！你嚟啊，耶穌！這些群眾呢，都是希望那個耶穌基督能夠來這個城裡面拯救他們、醫治他們的，所以他們都很歡迎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聖經要講，佢話佢哋啲群眾大聲講，佢話呢個係大衛嘅子孫嚟㗎。聖經裡面記載這些群眾很大聲地講，佢哋仲講咗一個3個字嘅和撒那。他們還用了3個字和撒那。和撒那其實呢個字喺當時係解釋係拯救。其實和撒那這個字當時是拯救。是拯救。其實佢哋冇講錯，大部分嘅群眾好開心耶穌入嚟耶路撒冷，佢哋救下我，拯救下我。因為這些群眾都很高興耶穌能夠進入耶路撒冷，因為可以拯救他們。然後和撒那去到今日被翻譯咧，就係話我哋要稱頌、多謝、稱頌呢位嘅耶穌。其實和撒那現在的翻譯呢，是我們要稱頌這個敬拜這個耶穌。今日如果你同我去翻2000幾年前，或者你係其中一份子喺呢度好興高采烈嘅耶穌啊，你係和撒那嚟拯救我、幫我。如果我們這些人呢回到2000年以前，是說那個和撒那請你拯救我。如果我係當中嘅其中一份子，我哋都會咁做。如果我們是當中其中一份子，我都會這樣做。各位請你聽清楚。各位請你們聽清楚。我哋信耶穌。我們相信耶穌。我哋想耶穌都係開始嘅時候，或多或少，我哋都有呢種動機。其實我們開始相信耶穌的時候，我都好小的，可能你有這個動機。甚至現在。甚至現在。我哋常常都係覺得耶穌係要嚟幫我去解決某些問題。我們都是常常覺得耶穌是在幫我們解決我們的問題。呢一個係當時嘅人，今日嘅人去信耶穌、去歡迎耶穌嗰個目的，都好似冇改過。其實這個就是當時候或者現在的人來歡迎耶穌的這個目的也是差不多。我哋成日都話耶穌啊，你嚟救我、幫我。我們常常說耶穌，請你來拯救我、幫助我。呢個關係對於我侍奉咗上帝耶穌咁耐，好值得我去諗。其實這個關係在我相信耶穌這麼久的過程裡面，我是值得考慮的。當時呢班嘅人前仆後繼去歡迎耶穌，其實真係解決佢哋生命裏邊某啲嘅問題，所以佢接受耶穌嘅。其實這些群眾呢，他們前呼後擁的去歡迎耶穌，其實他們的目的都是希望那個耶穌可以幫助他們、拯救他們。但係第10節。第10節。但係第10節已經出賣咗佢哋自己，佢唔知耶穌邊一個。第10節你睇下，佢嘅答案出賣咗佢哋。耶穌入咗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說：這是誰？其實出賣咗佢哋，佢唔知耶穌邊一個。第10有冇睇到啊？好得意嘅聖經。第10節。第10節，他們的答案其實已經出賣了他們，因為他說他耶穌進來的時候，然後他們很驚動地說：這個人到底是誰？我從來好似冇咁睇過，但係等第10節，我發現到點解呢群眾唔知佢係邊一個？第10節我才剛剛就看到，這些群眾根本不知道他是誰。有一次有一班門徒，耶穌問：你知唔知我係邊一個？有一次，那個耶穌問他的門徒，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我哋睇馬太福音第16章。我們看看馬太福音第16章。請電腦唔該幫我翻馬太福音第16章。請電腦我們翻開那個馬太福音16章15節。 16章15節。15節。 16章15節。耶穌話：
你哋説我係邊一個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16節， ？16節。西門彼得回答話：你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大家記清楚，今日我哋聽到呢個耶穌基督，唔係單單為我解決我現在嘅需要。請大家聽清楚，我們聽到那個耶穌基督的名字，不是單單要他解決我們的問題，唔係幫我呢一樣，幫我嗰樣嘅，唔單止係咁樣。不是幫我們這個，幫我們那個，不只是這樣的。彼得代你同我答咗話：你係基督，你係神嘅兒子。彼得幫我們回答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兒子。由始至終，我哋接受嘅耶穌基督係一個叫我知道佢係神差落嚟嘅兒子。由始至終，我們要接受耶穌基督，就是要知道他就是神差他來的，他的兒子。係神同埋人失落咗嗰個關係唯一嘅一個嘅中保。是人與神，神與人失落的中間那個中保的關係的中保。喺聖經有一句咁嘅説話，《約翰福音》第1章12節。在約翰福音11章。第1章第12節。第1章第12節。請電腦去翻開。第1章第12節，約翰福音。約翰福音1章12節，佢話：凡接待耶穌嘅。約翰福音第1章第12節說：凡接待耶穌的。請電腦翻開。約翰福音第1章12節。第1章第12節。佢話：凡接待耶穌嘅。凡接待耶穌的。就係信佢個名嘅人，信佢名字嘅人。就是信他名字的人。佢就會賜一個嘅耶穌俾我哋嘅權柄，做翻係神嘅兒子。所以耶穌的神將他的權利賜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做他的兒女。呢度呢個聖經就話：凡接待翻耶穌嘅。這段聖經就是說，你凡接待耶穌的。耶穌話俾翻個名你係上帝嘅兒女。耶穌說：我給你一個名字，你們就是上帝的兒女。唔係單單幫我去解決我現在呢啲嘅需要。不是單單解決我現在的需要。呢個係一個係人同上帝恢復翻呢一個失落嘅關係。是人跟神跟人恢復我們中間失落的關係。仲有一個聖經好好啊！我哋本來就係神嘅兒女。還有一段聖經就講我哋本來就係神嘅兒女。我本來就是神的兒女。你聽清楚，你本來係神嘅兒女。你聽清楚，我們本來就是神的兒女。約翰一書第3章。我們再看約翰一書第3章。我哋睇到聖經。約翰一書。佢再次話俾你聽，你本來就係神嘅兒女。聖經裡面已經說了。你本來就是神的兒女。約翰一書第3章。約翰一書第3章。第1節已經講㗎啦。第1節已經講了。佢話：你睇下父賜俾我哋何等嘅慈愛。聖經裡面說：你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慈愛，使到我哋得稱為神嘅兒女。使我們可以稱為神的兒女。我哋都係佢真嘅兒女。呢度寫啊，我哋本來就係神嘅兒女。我們也是真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唔認識到我哋啦。世人不認，所以不認識我們呢？係因為未曾認識他，就係耶穌。是因為他還沒有曾認識耶穌。所以嗰班群眾第10節佢話：究竟佢係邊一個呢？所以我們看回去第10節的時候，那個群眾說他到底是誰呢？第9節佢就話耶穌係和撒那大衛嘅子孫。第九節的講到他群眾就叫他就和撒那是神的大衛的子孫。所以各位，我哋知道我哋今日我哋有呢個耶穌，唔係單單為咗我同你去解決我哋肉體嘅問題，我哋嘅需要。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認識的耶穌不是單單解決我們今天的需要。
由始至終，我哋成日都要珍惜嘅就係一種嘅關係。所以由始至終，我們要珍惜的就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今日今我哋呢個世界好多關係都係破裂咗嘅。我們世上面很多關係都是破裂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今日能夠見到大家一星期冇見，翻嚟呢度，我同你呢個關係，只係星期日我再見到。今日我見到蔡傳道，見到個 Patty， 好耐冇見，呢個係個關係。我珍惜嘅係神俾人、神與人呢個關係，就好似我今日我哋好多時候個關係冇咗。我很珍視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好像今天那個蔡傳道跟那個他太太 Patty 回來了，就是我們的關係。我哋本來今天很多人的關係，我哋本來就係神嘅兒女。我們本來就是神的兒女。凡接待耶穌嘅，凡接待耶穌的，就係信佢嘅名嘅人。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佢再俾翻我權柄，我哋做翻神嘅兒女。就是他給我們一個權柄，可以做回神的兒女。我哋睇翻一段聖經，喺馬太福音嘅21章之後，耶穌就入咗耶路撒冷。我們再看一段聖經，就是在21章以後的，就是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以後呢。第11節。眾人都講呢一個係加利利嘅拿撒勒先知耶穌。眾人就說，這就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穌。呢個人物係喺加利利嚟嘅。這個人物是從那個加利利來的。佢喺拿撒勒城長大嘅。他是在那拿撒勒城。喺加利利做咗好多神蹟奇事嘅。他是在拿撒勒做了很多神蹟奇事。神蹟奇事的。但係眾人唔知道佢就係神嘅兒子。但是眾人就是不知道他是神的兒子。然後耶穌做咗一樣嘅事情，好奇怪。入到耶路撒冷之後，佢就去咗神嘅殿，去趕走喺殿裏邊買賣東西嘅一個嘅行動，將所有嘅賣鴿子嘅買賣嘅喺神嘅殿裏邊趕走晒。那個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以後呢，就做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店裡面做買賣的、賣鴿子的人全都趕出來。12節。第12節。趕出店裏一切做買賣兌換銀錢嘅、賣鴿子嘅，全部嘅都要離開。趕出店裡面一起做買賣的、推倒那個兌換銀錢的人都將他們趕走。13節佢講一句説話。第13節他講了一句話。佢話因為聖經，佢話舊約嘅聖經咁講嚇，舊約其實嗰個聖經就係舊約嘅聖經。他就對他們說舊約聖經裡面有記載的說，我嘅殿係要稱為禱告嘅殿。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你哋倒使他成為賊窩啦。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其實呢個嘅故事，呢個耶穌係要將神嘅殿本來就係人與神去溝通、去敬拜、去親近、去建立關係一個最好嘅地方。這個殿本來就是人跟神中間的關係，可以敬拜、可以親近、溝通、可以溝通的地方，可以祈禱，可以祈禱，係一個建立關係人同神一個嘅地方。是人跟神可以建立關係嘅地方。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呢個身體裏邊嘅殿，好多時候充斥着好多嘅貨物咧。所以為什麼我們身體的殿裡面會充斥着很多貨物？好多嘢都難阻咗。其實我哋身體嘅殿滿晒其他嘢，冇機會去同呢個嘅失落咗呢位嘅上帝建立翻嘅關係。其實我們都常常覺得很多難阻，因為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事情阻礙我們可以跟神有一個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因為我哋裏邊的而且確就好似神嘅殿，我哋係身體喺新約聖經話我哋嘅身體係神嘅殿。
因為神說過我喺新約聖經嘅有講話，我哋嘅身體係神嘅殿，聖經裡面說過，我們的身體就是神的殿，係應該愛嚟去親近神，去同神知道佢係我爸爸，我哋係佢兒女，係一個最好嘅關係。而耶穌佢去到神嘅殿，將當日嘅嘢全部都趕走。其實我們的身體就是應該是用來親近神的關係的殿，但是我們是他們的兒女，但是我們都沒有這個機會。但是神會將我們心裡面的我們那個身體的殿裡面的東西都趕出來。佢話：你看下，你哋真係神嘅兒女。他說：你看啊，我們真是神的兒女。何等嘅愛你哋呢？是何等的愛你們呢？呢個殿係愛嚟與你嘅天父去建立關係。這個殿是讓你跟你的天父去建立我們的關係。唔應該有其他嘢入邊。所以不應該有其他的東西。好多時候，我哋好多嘢都忘記咗耶穌，佢係神嘅兒子嘅身份，佢唔係嚟解決我哋肉身上嘅需要。所以很多人都忘記了，其實我們的身份就是神的兒女。不是我們信靠神，不是要他來解決。我常常都有一個例子，就係如果我嘅仔女終日都向我去求一啲嘅嘢，係幫助佢解決某啲嘢，呢個嘅我一對仔女，對於我嚟講，唔知我咪欠咗佢某啲東西。如果我們的兒女整天來都是要求我要這個要那個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到底他們是不是只是我的兒女呢？我應該問佢而家咁大個啦，佢幾時問過我爹哋？我同你嘅關係係點樣？其實到現在了，他們有沒有問過我？到底我們的關係是怎麼樣呢？好似冇問過。好像他們從來沒有問過。呢個就係人啊！呢個就係人。Human being。甚至我對仔女都係咁樣。甚至我的兒女都是這樣。但係當去到一啲逆境、去到一啲嘅困境嘅時候，你就會珍惜返原來乜嘢都唔重要，最重要就係人世間嗰個關係。然後呢，到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到逆境的時候，你就發覺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今日棕樹節。今天棕樹節。我同你要講嘅就係耶穌基督去行呢個最後一個苦路。我要跟你們說的就是耶穌基督要走這個最後走的這條苦路。我要向佢講：和撒那拯救我。他說和撒那拯救我，拯救我。我失落咗個關係。我失落了的關係。我本來係神嘅兒女啊。我們本來就是神。我真係神，我知道天父好愛我。我知道天父真的很愛我。我根本就係神嘅兒女。我根本就是神的兒女。我多謝耶穌基督，神嘅兒子話俾我聽。我很多謝耶穌基督，告訴我，他是神的兒子。和撒那唔單止係拯救，佢亦仲係應該有一個名稱，就係我要稱頌佢。和撒那不止拯救，也是有。我要多謝佢。我要稱頌跟多謝他的意思。我多謝我呢個嘅身份啊！我很多謝我這個身份。我好渴望有翻呢個身份啊！我很渴望有這個身份。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其他一切嘅東西都會加給我了。先求他的國跟他的義，他就將所有的東西都加給你。我先求我同上帝個我係佢嘅兒女嘅身份。我先求我是他兒女的身份，其他一切嘅東西佢都會加給我了。其他一切的東西，他就會加給你的。我哋唱一首詩。我們唱一首詩歌。我多謝耶穌呢個嘅信息。我很感謝耶穌給我們這個信息。我知道我所信嘅係什麼。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你再攞翻今日嘅歌詞，呢度有歌詞啊。今天你拿到那个节目表，里面有歌詞的。我知我所信，我知自信。我所信的是。不知何以常主恩惠待我如此豐饒，不堪願我亦蒙宣召，主恩何等奇妙，為我心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備直到那日。你可以唱國語的。不知何以人需得救，慈恩向我成就。不知何以一信主話，滿心平安無憂。為我心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備直到那日。第三節，等我唱埋第三節。再唱第3節。不知我主何時再臨，如何與主相逢，或將經過死蔭幽谷，或與主於空中。為我心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備直到那日。為我心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夠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備直到那日。天父，感謝你，真是你讓我知道，在中秋節這個是今天，就是你的兒子為我問成一直而來，我跟上帝那個喜樂的身份，重新的透過耶穌基督，再次給我一個機會，我是神的兒女，感謝耶穌在預備我作為神的兒女，透過他，我們才能夠知道上帝愛世人。我們當時候到現在，我都希望不單單是只希望我的耶穌滿足我的需求，更重要就是耶穌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牧者，我感謝你。我一生我所在現在的生活，你都知道。我謝謝中書節，就是告訴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一個輕鬆的一位救主，我感謝你，把我的心裏邊所有的一些東西都要拿走，以致不會攔阻我回到神的身邊。感謝你，耶穌啊！你把我一些東西
不應該的東西把我拿走，我要單單的，沒有什麼東西攔阻我跟上帝這個關係。我現在擁有的東西，我都要感謝讚美你。我要謝謝你，我也謝謝你，我的跟我身邊最親愛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那個關係。我謝謝你，我最重要的，你重新的給我這個關係，就是上帝愛我，我愛上帝這個關係。我謝謝你，我在地上有產業，我感謝，但是這個不會攔阻我來愛你，因為你先愛我。我感謝你，讓我今天我們有一班非常愛我們的弟兄姐妹，為我們預備午餐。我們等一下去享受這個愛宴。我感謝上帝，你用這班神的兒女去服侍大家，就好像耶穌服侍我們一樣。感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好，我想邀請招待出嚟，今日收呢個嘅感恩嘅奉獻。現在我要請那個招待出來收這個感恩的奉獻。如果唔好明白呢個救恩嘅，唔需要勉強，唔需要作呢個奉獻。如果你明白呢個救恩嘅，你存一個感恩嘅心去作呢個奉獻。如果你不明白救恩的，不要勉強那個奉獻。如果你是明白這個救恩的，你要感恩的心的話，就請大家奉獻。好，請大家睇一啲教會嘅報告。請大家聽一下今天的報告。希望所有嘅新舊嘅朋友教友喺度歡迎，好多謝你今日參加我哋嘅棕樹節嘅崇拜。對所有新舊的教友都歡迎你們今天跟我們一起今天的棕樹節的崇拜。第二個報告，我哋咧今日係棕樹節，我哋教會傳統同埋英文部咧會有一個聯合嘅聚餐，歡迎大家去到英文部嘅土庫享受呢個嘅聚餐。根據我們的傳統，那個棕樹節，我們都有一個聚餐，請大家等一下過英文部的土庫，我們一起享受聚餐。第三個報告，今年嘅我哋受難節嘅個晚會咧會喺網上舉行，4月18號嚟緊星期五。今年的受難節的那個崇拜呢，在4月18號星期五，我們要在網上面進行的。係8點半喺網上舉行。是4月18號星期五晚上8點半在網上面進行。我當日咧會喺將個連線咧放喺59街遠足樂會嗰度，請大家留意預留時間，希望參加呢個紀念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受難節嘅聚會。那個年限我會放在那個59街遠足樂會的那個群組裡面請大家預備一點時間，我們來一起慶祝紀念耶穌受難的日子。最後第四個報告，星期日咧就係復活節，我哋會有2位嘅教友係洗禮嘅。第一個咧係何明上弟兄，係何太嘅先生何弟兄；第二個咧係胡士康弟兄接受洗禮。希望大家係出席下個星期嘅復活節，同埋大家去見證呢2位弟兄嘅洗禮。上個星期天主日就是那個耶穌復活節，在4月20號，我們有兩位教友為受洗，
請大家都是一起來參加就是何兄弟、何先生跟胡石康弟兄會接受洗禮。喺仲有2個額外嘅報告，就係今日咧喺午餐之後咧，會係第2個星期有一個嘅係家長與係兒童嘅輔導嘅學習，係由Lydia 繼續嘅主領嘅，所以希望咧家長係食完飯之後留步喺辦公室，會係上第2次嘅呢個家長同埋輔導學嘅課程。今天午後呢有一個家長輔導會的課程，是由那個 Lilia 的姐妹負責的，請大家留下來參加這個課程。最後一個特別報告就係我英文堂一個好愛我哋嘅弟兄咧，係已經安息主懷，就係 Artie 咁如果認識嘅教友知道佢係我哋教會嘅信託委員，亦都係我哋好耐嘅一個教友。Artie 喺星期4早上咧係蒙主嘅呼召，已經係安息主懷啦。最後一個報告就是我們有一個我們深愛的弟兄叫Arthur， 他是我們英文堂的會員，也是那個信託會員的會友。他在教會已經很久了，因為他剛剛離開我們去安息主懷希望大家也紀念他。紀念佢，因為佢太太個姐姐亦都喺過去1-2個星期喺佛羅里達州咧係返咗天家。咁所以佢太太咧要飛落去，先飛落去加州，唔係去佛羅里達州先安排佢姐姐嘅安息禮拜，然後飛翻上嚟去安排佢先生嘅安息禮拜。為他的太太禱告，因為他太太的姐姐剛剛才過去1-2個星期裡面去世，他要先飛到那個佛羅里達州為他姐姐處理那個喪禮，然後再回來再處理她丈夫Arthur 的喪禮請大家也為他禱告。Artie 弟兄喺過去咁多年，佢忠心嘅幫中英文部好多維修，佢都係不勞沒有埋怨嘅。好多時候佢都係咧翻嚟去幫教會整好多嘅東西維修。那個Arthur兄弟呢一直都幫助那個中英文部那個教堂的維修工作。他都是不遺餘力的。牧師好懷念佢，我好掛住佢。牧師很懷念他。雖然好難過，雖然是很難過。但係你記唔記得牧師上星期我講咗邊度啊？但是你知不知道牧師上個星期講一篇道？哥林多前書13章。哥林多前書13章。現在我唔知道。現在我不知道。我好似照住鏡子一樣。我好像是照着鏡子一樣。模糊不清。模糊不清。但係將來我會知道。但是我將來會知道。因為我會面對面見到主。因為我會面對見到神。現今常存嘅有信有望有愛。現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所以呢句聖經亦都安慰我，我知道將來我會再次喺天家，或者佢認得我，我認得佢，呢個係我嘅弟兄。所以有一句話來安慰我，因為我知道將來會回到天家的時候，我們大家會見面，就會認得這個就是我的弟兄。佢係星期4早上喺星期3晚或者係睡眠當中被主蒙召嘅。他是在星期3晚上或者星期4早上的時候蒙主寵召的。我好希望，如果我哋每個好似佢咁，係唔需要任何痛苦，翻去見神係好得無比。我都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很幸福的去蒙主去見。冇有需要痛苦嘅。沒有需要痛苦的去見主的面。呢一個係我哋有信有望有愛，唯一最大嘅就係愛，係耶穌基督俾我哋呢個盼望。有信心有愛，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就是愛，就是耶穌。我仔女講俾我聽，上星期佢做見證。我的兒女上個星期跟我說他，Arthur 在上個星期跟我們做見證。佢話佢太太個姐姐已經離開咗啦，唔係最重要。他說他的太太的姐姐
已經離開我們了。唔係最重要。這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嘅，佢喺個分享裏邊話，最重要嘅係耶穌基督。他在分享裡面就是說，我們最重要的是主耶穌基督。然後星期三佢就同埋英文堂嘅牧師享受完一個嘅早餐，星期四佢就返天家啦。然後星期三早上，他就跟牧師還享受了一個早餐，然後呢就在星期四，就是凌晨的時候就離開天家了。我琴晚再睇翻嗰個片段，佢講嘅。我還想回去那個片段，他講的。現在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現在我都還是不太明白。但係有一日，好似聖經哥林多前書13講，將來我要面對面，到時我就會明白啦。好像哥林多前書裡面13章裡面講的，現在我不知道，但是到時候我們跟他面對面的時候，我就清楚了。耶穌亦都常常去講，願你們平安。耶穌也常常跟我們說，願你平安。你個平安係喺呢一度。這個平安就是在這裡，在心裡面。如果你同耶穌冇呢個關係，你就會揾其他世界上嘅嘢代替神嘅平安。如果你在與神沒有這個關係，你就找世界上的其他東西、其他的事情來代替這個平安了。但係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平安。但是這些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嘅平安係耶穌所賜嘅，冇人能夠奪去嘅。真正的平安是耶穌所賜的，沒有人能請大家起立，夠我哋奪去的。讚美詩。我們起來一起唱讚美詩。我們唱三一頌。我哋真心嘅去享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我哋接受神嘅祝福。請大家低頭。我們真心的享受神給我們的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交通，常與我們同在，從今時直到再見主那一天那一面。感謝上帝，阿們。請坐啊！請大家唔好客氣，去到英文部嘅土庫去食呢個嘅